佛教故事通常深具哲理，旨在傳達因果、慈悲與心靈解脫的智慧。放下執住、空杯心態，一位自視甚高的學者專程去找一位高僧請教佛法。見面後，學者不斷地炫耀自己的學識，高僧只是靜靜地聽住，並為他泡茶。倒茶時，杯子已經滿了，高僧依然繼續倒，茶水流得滿着都是。學者忍不住驚呼：大師，杯子已經滿了，不要再倒了。高僧停下茶壺，微笑道：你的心就像這個杯子，裏面裝滿了自己的成見與傲慢。如果不把杯子倒空，我又如何能把佛法交給你呢？寓意學習與修行需要空杯心態。當我們放下固執己見，才能接納更多新的智慧與宇宙的真理。有緣可以去美之店網頁占卜或找有緣飾品。多謝收看。